一路看杨靖安的成长过来哈，哎，我并不安尼讲袂错，刚刚我是中辈的。其实哈，你在广州来对哈，很容易以前呢上节目就变成这个朋友了嘛哈，对，可能一起上通告哈，但是事过境迁，有人譬如讲，边个在做广播嘛，有真人讲，安尼也不爱去搬戏，安尼也不爱去继续去唱歌对吧哈？那因为。我有些东西是很难去解释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也很难去预设啊，对哦。然后这个什么叫做跟不上变化，有没有？对，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有可能嘛哈。再来就是说很多的机缘跟机会哈，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大概有一段时间哈，各做各的哈。我喜公做广播还有一点跟媒体结合，但是你是完全逃兵，我是跑去哪里哈？对，其实过程当中呢，杨靖有在台湾消失了一段时间，其实嘛是去唱歌啦，但是我是糟蹋风气呀，我跑到新加坡去了。哇，好厉害啊！对，当时刚好新加坡的唱片公司有看中，就是我的 face。适合唱国语歌哦，然后呢，想要把我调教成什么呢？这个新生玉女，对，好像这个当时的这个范文芳田姐儿哦，范文芳，对现在也是较为人气，对，但是你在那边唱新歌吗？我在那边的话是华语是唱有唱了一首歌叫做《恨红颜》这个是大陆到我们对岸去当这个连续剧的一个主题曲，是一首古装。恨红颜，恨红颜，对，然后唱了之后，我自己心里就很挣扎，难道从此之后要发国语专辑？但是我唱得很痛苦呢。为什么？因为什么？为什么呢？讲大家听大家耳就爱听较大的，就是讲杨靖本身是台中清水人，你看我讲台语像一个腔口，这个台语腔带真重呢。一时之间要我来转换成唱国语歌我真的很痛苦，每天几乎都流着眼泪。然后呢，打着这个远方的这个电话，国际的电话，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很不舍，说，这个唱国语歌你唱的那么辛苦的话，那你回来不要。想到在那个新加坡本身唱台语。唱台语的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广播电台，还有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媒体上都没有办法来讲方言的曝光率就变低了。对所以公司第一个考量是这个样子。结果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唱的那么痛苦，这个国语根本不是我的痛。你让桃花讲的嘛，我也写的是党工啊，或者是特色嘛，是国宝。好，那给它保留。为了呢，我就跟公司讲说，如果要出国语专辑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那公司说，好吧，那最坏的打算，我们来出台语专辑好了。我就一口答应了。然后就出了第一张专辑，歌名叫做《啉好水》。对，就在当地卖了应该算是大卖3万张。哎呦，新加坡3万张很多对，但是当然它是 CD、VCD、DVD 加起来，但是也是蛮多的，因为它那里bingo 你也知道是有4大种族的人口，对，各种族群的语言在那边都通了。你看华人看瓦这人你他等于是华人是一个部分，就是在唱台语歌而已。对。然后就变成说，在那边有点小小的一个知名度跟收获然后沿着接下去就陆续在那边发了大概7、8张的专辑。了解，所以没有闲下来这里赶快的唱歌，是不够离开台湾真的。后来为什么想念家了又回来了？后来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呢，刚好又听到有人在找我。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李明阳大哥。现在也算是我是他的师妹一样在这个公司。然后他找了我这个声音说找了3年，找3档呢，不简单。我找一个噪音，我找真久呢。当初甲陈雷合唱一首歌叫做《情色宴》，迄个噪音迄个声我真介意，不知是走去倒位呢。后来经有朋友的一个在联络上，明阳大哥就赶快联络到我，然后然而呢，接下来就是跟他合唱那些烂的 T， 好你喜欢音乐的忙，然后之后我才发了
是靠开红灯路哦，这些歌曲专辑，没错啊，一路走到这里，当然加入新东家会有新的不同的一些曲风啊，哈，新的唱腔啊，哈，新的设计啦，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对，刚刚我们听的是江志峰，现在我们来听袁小迪，好不好？好，接下来听这个小迪哥这首歌哈，我们刚刚讲到了情场浪子，哇，他有多 man 呢，多潇洒，大家听后来的知影，这首歌就是无人祝福的爱情。对，今天非常谢谢杨静发新的专辑来宾过这部来电哈，我大家听到讲哇，老婆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的不同的曲风，那当然呢，一样是情歌哈，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给你哈。是。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跟袁小迪合唱《无人祝福的爱情》。再次的谢谢杨静，谢谢丁哥，谢谢，拜拜。爱过的人偏不甘，对你的情路这么重，风若是吹过阮寂寞的心窗，阮的目眶就会渐渐红。爱你的心怎样会空？离开实在冤，错误的梦，造成一切变成空。如今两个人分世东，缘无真情，温柔的话讲袂清。再会啦，再会啦，一个无缘的爱情。一段感情两款心，三心两意分袂明。再会啦，再会啦，无人祝福的爱情。最后放阮一个人心酸酸。爱过的人偏不甘，对你的情路这么重，风若是吹过阮寂寞的心窗，阮的目眶就会渐渐红。爱你的心怎样会空？离开实在冤，错误的梦，造成一切变成空。如今两个人分世东，缘无真情。温柔的话讲袂清，再会啦，再会啦，一个无缘的爱情。一段感情两款心，三心两意分袂明。再会啦，再会啦，无人祝福的爱情。最后放阮一个人心酸酸。再会啦，再会啦，一个无缘的爱情。一段感情两款心，三心两意分袂明。再会啦，再会啦，无人祝福的爱情。最后放阮一个人心酸